2023年，中華鹿港有一個89歲阿嬸過車路的司機，互砂石車搞死。也地方法院審這案，法官是認定講砂石車的駕駛佇咧青燈倒起來的時，拄駛出去，也這個阿嬸煞違規弄紅燈，閣無行斑馬線，雄雄進入砂石車視野看無的所在，互駕駛無法度預料，無法度防範，所以一審是判這個砂石車的駕駛無罪，也專案也會當上訴。監視器互關意外過程，砂石車佇中華鹿港一個路口停單紅燈，號誌轉回青燈了後，車拄要起行。89歲姓蔡婦人人煞無行斑馬線，直接進入砂石車正面頭前的視野盲區，後車交過身亡。伊要安尼行過，我唔知影，我無看。你無看到啊？對啊。哎呀，甲我感覺是講，拖到倒地。死亡事故發生在2023年16月19日，中華地方法院審理了後，認定砂石車駕駛青燈起行，實際會當提供觀察鏡面的時間是大約1.5至1.8秒，也愛查看到正面後視鏡啊，照地鏡頂幾下視野，時線離開鏡面了後，無法度將壓後手弄入來人甲車閣加上，老婦人違規過車路，屬於駕駛真歹無聊的突發狀況，所以判現場駕駛無罪。道路上要負起責任吧。你要是說我今天這樣子，你要判我有罪，我也覺得我很冤枉啊。我又沒有違反道路交通的規則。對此，死者家屬來到計調，只表示尊重司法判決。針對這個案例，台灣交通安全協會表示，法律甲道路設計核心，愛回歸人類合理的無理反應時間。這些規則的背後，有一些不在人類，就是已經超過人類可以反應的範圍的時候。那我們平常就要注意，不要踏入這個領域，不然這個領域到最後爭不了對錯。就是它的人行道不是很健全，然後旁邊慢車道的邊緣又充滿了雜物，所以說在交通工程上面把道路的兩側清空，然後做出實體人行道，其實是在即使有人闖紅燈的情況下，也不容易發生重大死傷。行人令死亡推動聯名證回，此案因為行人違規弄紅燈在先，判決本身無明確事實。若要降低行人死傷，除了交通工程之外，汽車工程加主動安全系統，攏愛趕緊推動，為武警這方面來降低對行人傷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